教育部打算要补助大学生住宿舍，上紧明年2月施行。初步按算，逐个月补助1200到1500块。按照详细金额，了解讨论。另外，内政部表示，20万户的社会主体政策明年都会当达成。若佮加上目前300亿的租金补贴，明年全台湾有2/3细厝的人会受惠。中央扩大租金补助2.0方案伫今年7月上路，像讲满18岁的大学生伫学校外口细厝的补助嘛包含在内，但是住伫学校内底宿舍的补助金额也引起关注。住在校内宿舍的这些学生呢，我们也研议让他们可以得到住宿的补贴。那至于金额的这个部分呢，经过了细部盘点以后，我们会尽快的跟大家报告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努力呢，让年轻人负担少一点然后学习多一点0到22岁，国家一起来栽培。行政院长陈建仁拜五下知影，和包租代管的厝头家也有厝卡进行交流。伊讲，伫咧政府的社会主体政策之下，有愈来愈侪民众拢会当得到实际上的帮助。根据统计，目前全国细厝的人口超过300万，但是厝价直直起，也连带影响到细厝的建设。内政部嘛希望，今年7月上路的300亿租金补贴政策，会当互细厝的人减轻压力。111年我们补贴的户数，我们用它的总租金和总补贴金额换算下来，我们的租金补贴占总租金的48%。所以说，目前全国所有租房子的人有39.6%是直接得到政府的协助，不管提供房子、提供租金补贴等等。另外，内政部嘛强调，政府的社会主体政策目标是要达成20万户，其中包括要起12万户的社会主体，也有8万户的包租代管，打算明年就会当达成目标。佮再加上即马300亿的租金补贴，明年大约就会当造福2/3细厝的人。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。